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莫文蔚，希望大家同我一樣支持 WWF 地球1小時，喺3月27號晚8點半一齊熄燈1個鐘，承諾實踐低碳生活。地球1小時呢個活動，我覺得非常有意義，因為可以帶出一個好強烈嘅訊息咯。咁雖然係熄燈1個鐘頭，但係可以希望藉着咁樣啦，令大家更有呢個訊息，要珍惜地球嘅資源。氣候暖化已經係一個事實啦，咁亦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，咁所以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做啲嘢啦，令呢個情況唔好繼續惡化啦。咁其實好少嘅，會喺生活上做啲每日做啲好簡單好少嘅嘢，都可能係會幫助到做到一個好大嘅變化咯。其實大家除咗可以記得要開少啲燈之外啦，咁平日都好多嘢我哋可以做嘅，譬如啲電器咧就冇用嘅時候就唔好開佢啦，唔好開個 standby 嗰樣嘢啦。咁好多譬如電視啊、電腦啊唔睇，或者你長時間離開屋企，可能出 trip 嘅話，咁你就直情係掹晒啲插數添啦。可以冷氣其實係好排放好多啲廢氣出嚟啦，咁同埋又嘥好多電啦。平時係冇需要教到個屋企好凍或者個 office 好凍，咁就不如教到佢一個好溫和嘅，譬如25.5度咁樣，甚至乎咧，如果天氣好爽嘅時候，就直情唔好開冷氣，咁就真係可以慳翻好多電咯。記得3月27號夜晚8點半，大家一齊熄燈。